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4，箴言25章21到22節安尼講：你的對敵若枵，就互伊食；喙焦，就互伊啉。因為你安尼做，那陣將得到的火炭踏佇伊的頭殼頂，互伊面紅，才通見效。上主嘛會保守你。三甲來祈禱。愛願用好來款待阮的對敵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聖潔公義的上帝，你愛阮行佇正直無偏差的路，主啊，你也是慈悲憐憫的天父，你用赦罪的疼來臨到阮，互阮藉着耶穌基督的救贖，通來甲你和好。主啊，阮感謝你，佇阮要做罪人的時，你就安尼來聽阮。主啊，你愛阮着疼受敵，為迫害阮的人祈禱。主啊，這是困難的功課，總是你愛阮的對敵的枵，就互伊食；喙焦，就互啉。因為阮安尼做，那陣將得到的火炭踏佇伊的頭殼頂，互伊面紅，才通見效。你嘛會保守阮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